你哋最中意邊一隻慢歌？有深龜啦，浪漫殺死巨蟹座啦，永順街39號啦。我的理想型，唔係我的支持型伴侶啦，跟住角落生物啦。Oh my！ 哎呀！大家冷靜啲先。咁都仲有一首㗎嘛？嗱，不如咁啊，你哋嗌你哋最中意嗰首慢歌嚟聽下。唔係啊，呢個永順街。全部，即係全部唱多次。由 Heartbreaker 開始。我要落去換衫喎。佢哋呢一個 vibe 咧，真係好啱呢一 part 㗎，我想講，即係好似情侶打麻。點呢一 part 咧，我自己同秀陽老師去構思嘅時候啦，我成日都覺得呢一 part 係有一種婚禮嘅感覺啦，有一種 pre 婚禮嘅一個就嚟結婚啦，跟住我哋會去揀一個婚禮嘅場地啦，跟住夜晚好好咁約會啦，食 dinner 啦，送俾大家特別約會儀式。